当时埃及人下嫁互阿伯拉罕所生的囝伫恁厝，要互撒拉看见，就对阿伯拉罕讲，着赶出这个女婢甲伊的囝，因为女婢的囝毋通甲我的囝以撒同做互事。阿伯拉罕因为伊的囝的缘故，不知忧闷。上帝甲阿伯拉罕讲：你毋通为着即个囡仔甲你的女婢忧闷。若撒拉对你讲的，你拢着听，因为对以撒生的，则要称作你的后裔。轮到女婢的囝，我也要互伊成做一个，因为伊也是你生的。阿伯拉罕早早起来，摕饼甲一批茶水，互下甲下伫伊的肩头顶，连囡仔带到伊去，伊就去到白示巴的旷野，就行无路，批茶内的水用了，下甲就将囡仔放伫细站树骹。本身行开约略，走一支钱的远衫，并对伫地讲：我无恁看囡仔死，就三对面坐，出声大啼哭。上帝听见囡仔的声，上帝的使者对天离到下甲讲：下甲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毋免惊，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遐的声，起来，要互囡仔起来欠伫你的手，我要互伊成做大个。上帝开伊的目睭，伊就看见水井，就将皮地入去水到满满，要互伊囡仔啉。上帝甲囡仔伫地，伊就渐渐大，踮伫旷野，成做成钱的人。伊考去伫巴兰的旷野，伊的老母对埃及地，甲伊娶一个某。讲道，请但米林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听我哀哭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的圣经内面有几啊段真歹解说经文，亲像伫士师记第19章有一个妇人人，互伊的丈夫杀出去，互人侮辱，最后伊的丈夫将互欺负到死的伊切做12块，送到以色列12个支派，然后就引起以色列的内战。也亲像是大卫的查某囝塔玛的故事。塔玛虽然是一个公主，但是嘛敢若是一个物件，人要爱就摕，无要爱就等牺牲。今仔日合家甲伊的囝以实玛利，互赶出阿伯拉罕的家，也真歹解说。合家已经达成伊的任务，替阿伯拉罕生一个后生，但是竟然就安尼互赶出去。这经文有当时啊，连基督徒嘛无法度理解，所以有一寡解经家会将这经文包装起来，用无正确的角度来美化这经文。另外，这经文嘛，互一寡女性主义的人看做是父权社会伫迫害女性，因就认为圣经是农恶，是无真尊重人权的。但是，较有一寡神学家伫这经文内面看出上帝毋是无出声，上帝有伊的带领。所以今仔日即个故事会当讲是阿伯拉罕夹伫两个妇人人中间的故事。撒拉是阿伯拉罕的某。但是有一个当时的人看做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伊生袂出囡仔。但是上帝阁应允阿伯拉罕，伊会有亲像天顶的星遐尼侪后生。这两项是冲突的，所以撒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冲突。伊讲：我若有一个后生，上帝应允就会当实现啊！伊就想到伊的女婢哈甲。哈甲伊是一个埃及人，有可能是伫阿伯拉罕甲撒拉引起埃及闪避饥荒的时，
马来服侍撒拉的一个奴才。所以，伫伊的女主人对主人讲：“上帝禁我生囝，求你，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，检采我通对伊得着囡仔。”安尼的一个计划内面，咱看见客家伊无法度替家己来出声，因为伊是一个奴才，伊是一个工具。咱现代人来看撒拉的计划，会感觉真奇怪。但是对迄时无法度生育的夫妇来讲，买一个女性来替因生囡仔是合法的。即个女性生出来囡仔，毋是家己的，是大某的，并且伫古代近东的法律《汉谟拉比法典》即种法律内面有规定，替人生囡仔的女婢嘛有伊的人权。主人袂当家己卖掉，主人袂当赶伊出门，因为伫迄时一个女性是无法度生存的。所以客家就对阿伯拉罕来怀孕啊。但是客家的心嘛开始有变化。圣经讲，伊知家己有心，就看轻主母。即个看轻，可能互咱认为伊袂严，但是原文较毋是遐尔对着。伫一本册叫做《骇人经文的救赎挑战》内面，这本册有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解说客家对伊的主人撒拉的态度。这个新学家讲，当客家发现家己怀孕啊，伊对撒拉的看法就改变啊。因中间迄个主人甲奴仆的界限无去，所以这个新学家认为，是这个看轻，毋是讲客家对伊的女主人无礼貌、刻薄。是讲因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有一个新的调整，因为有后生，所以女婢的地位互高举，比较起来，女主人的地位就降低。所以真有可能，这个怀孕的客家，伊定定爱倒伫眠床底下休困，无法度搁做粗重的工课来服侍撒拉。伫撒拉的眼中，客家渐渐失去这个奴仆的角色，所以撒拉哪来哪目空赤。伊袂记得这是伊的决定，甚至伊将上帝搬出来，伊对阿伯拉罕讲：“愿上帝伫你我的中间来判断。”所以咱看到一摆阿伯拉罕伊听叹伊太太的话，拥吻撒拉苦楚客家，而且用苦楚是非常强烈的字眼。咱毋知影即个撒拉是安怎苦楚即个客家，毋过怀孕的客家伊挡袂牢。伊走去抗议，一个有心因无助的外邦妇人人是要安怎伫抗议活落去？上帝恩典主动临到，上帝的使者对客家讲话，但是是讲啥呢？上帝的使者竟然叫伊转去降服伫伊女主人的手下，客家惊到要死，因为这转去一定互人苦毒死。但是上帝接续互伊两个应允。这表示伊袂死啊！这段记载对伫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震撼的经文，因为一个卑微的外邦人，伊阁是妇人人，这种相当卑微的身份，竟然会当甲因的以色列的祖先同款来得到上帝的应允呢？所以这就是伫所有的以色列人，甲所有读圣经的人证明。上帝恩典毋那是互以色列人，上帝恩典是互所有的人。所以上帝互客家这两个应允，第一个应允是伊会有最最好的，济甲无法度去算。咱看，咱敢会记哩？上帝互阿伯拉罕的应允嘛是安尼呢？第二个是讲客家巴倒来这囡仔，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意思是上帝听见，并且这个囡仔会哪来哪强大，强大到会当甲阿伯拉罕未来囝，即个以撒的后裔来比拼。上帝爱即个囡仔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意思是上帝听见。但是咱看见故事行到这，上帝有听见啥？伫撒拉的计划内面，客家伊无法度为着家己来出声，伊互苦毒。互赶走的时，嘛是安安静静，无嚎叫，伊无祈求上帝的拯救，上帝嘛无出手阻止伊，互伊的主人苦毒，嘛无阻止伊，互人来赶出伊主人的家。
上帝是听见啥？上帝是听见即个埃及妈妈内心的苦情。所以伫旷野，上帝使者亲自对夏甲讲话，就是要互夏甲知，上帝毋若是照顾伊主人以色列人的家，上帝嘛会照顾伊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想象夏甲伊的心，将来毋捌有人关心、重视伊的感受，但是就伫即时，伊知影伊亲自来拄着上帝啊。所以虽然伊毋知影安怎甲即位上帝号名。但是，伊做一个信仰告别，伊讲：你是看见逐项的上帝，并且甲伊边仔迄个水泉号名叫做碧海拉海来，意思就是因我的上帝顾念我。所以，咱看见对夏甲即个外邦妇人人来讲，上帝就是遐尔珍惜，珍惜到伊愿意用性命来冒险，所以伊真正转去伊主人的家，继续互撒拉来苦读。当然，安尼日子无好过，但是夏甲伊相信上帝的应允，伊对上帝的信心就支持伊来勇敢面对这个困境。但是夏甲伊的人生敢有伫以实玛利出世了后就较好过咧？伫亚伯拉罕100岁时，咱知撒拉伊生一个囡仔，所以咱看见当时。以实玛利差不多是16岁、17岁的一个少年，所以常常有人会对创世纪21章第9节伫遐讲，当时埃及人夏甲甲亚伯拉罕所生的囝，伫领笑，互撒拉看见。伫领笑，也是讲咱的和合本圣经是翻做戏笑，这个描写会互咱感觉讲，哦，一定是即个青少年的阿兄伫欺负伊的小弟。即个冷笑、戏笑会互咱有一寡负面的想法，但是这拢毋是真好的翻译，因为咱若去看原文，即个字甲以撒的名，以撒的名的意思是笑。为什么伊的意思是笑？就是迄当时上帝互亚伯拉罕甲撒拉伫100岁，伫因亚伯拉罕100岁时得着安这个后生，所以撒拉欢喜甲笑出来。所以以撒的名的意思是笑。所以戏笑也是咱台语的冷笑这个字的原文，其实拢是即个笑是同字根。所以，佫较侪现代学者是认为，安尼笑是讲这两个囡仔伫遐做伙佚佗，是非常单纯的伫遐来佚佗，伫遐来笑。安尼情景毋是真好吗？大某细姨，安尼囝做伙佚佗，家和万事兴吗？但是撒拉较无欢喜啊！当伊看见以实玛利即个路财仔囝，竟然甲伊的后生做伙佚佗，这互撒拉意识到，以实玛利无搁认为家己是一个路财啊！路财仔囝哪会当甲我的后生做伙佚佗？将来伊若威胁到我的以撒的继承权，是要安怎咧？所以到底即个以实玛利？敢会当继承亚伯拉罕的财产？前一阵仔，即个5亿高中生的命案，互真侪人伫关心继承即个问题。但是伫古代郡党的律法规定，一个人因有大某甲细姨所生的后生，伫过身了后，这两个囡仔拢会当平均来分伊的财产。但是大某的后生有优先的继承权。所以，这个老爸若毋愿意，互伊的女婢所生的囡仔来分伊的财产，就爱事先放这个女婢甲伊的囡仔自由，互因离开。所以，虽然这个夏甲已经替亚伯拉罕生一个后生，但是伫撒拉的眼中，因要是奴才呢，因毋是厝内甲因同款厝内的人呢。所以，当撒拉命令亚伯拉罕赶即对母仔囝出去的时，撒拉是讲啥？即个女婢甲伊的囝，伊毋是讲夏甲甲以实玛利。所以咱看见，这是第2摆的冲突。即摆的冲突，亚伯拉罕的反应就无共款啊。
第一摆咱会记得无？第一摆的冲突，当客家互赶出去的时，即阿伯拉罕伊讲随在你啦，随在吼，伊拢无做任何的代志。但是即摆阿伯拉罕无共款啊，圣经讲伊内心非常的忧闷。为什么伊忧闷呢？咱若比较两摆客家的安尼家庭的冲突，咱就知影阿伯拉罕的忧闷，毋是因为客家来忧闷啊，客家是一个工具，毋达得伊忧闷。伊忧闷啥？以实玛利，伊嘛爱以实玛利，毕竟以实玛利身躯所流的是阿伯拉罕的血。佫较无共款的是，这第二摆客家离开厝，即摆上帝有出声呢。上帝对阿伯拉罕讲：“你毋通为着这个囡仔甲你的女婢忧闷，既若撒拉对你讲的，你拢着听，因为对以撒生的，才要称作你的后裔。论到这女婢的囝，我也要互伊成做一国，因为伊也是你生的。”伫遮上帝阿伯拉罕讲出讲，伊捌对客家讲的话。上帝对客家讲啥？讲我要互以实玛利成做一个大国。所以伊嘛对阿伯拉罕讲一届，并且因为以实玛利是阿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伊也要成做一个大国。但是咱看见上帝所讲的话，伫遮嘛讲明，只有对以撒生的，才通称作是阿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对以撒生的这几个字，就排除阿伯拉罕甲客家所生的以实玛利。所以咱看见客家就第二届离开伊主人的厝。对客家这两届的离开，互咱看出一项物件，就是嫉妒的严重性。因为嫉妒的确伫即个家庭中间造成分裂甲伤害。咱看表面上，即个撒拉伊已经得到伊想要爱的物件，但是安尼的家庭纠纷，较对因的后代造成非常大的伤害。以撒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。所以伫历史上，咱看见对第二届世界大战，以色列建国了后，这两个国家定定发生冲突。但是因原本是兄弟仔呢。伫上帝应允内面，咱看见现在阿拉伯以实玛利的后裔，的确成做大国。咱看见罗在仔囝出头天，这一方面是上帝应允，上帝所成的；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对头到尾完全无伫阿伯拉罕甲撒拉的对话中间出现名字的客家。伊嘛是一大功臣，因为伫迄当时的时代，一个真弱势的妇女，伊要单独抚养囡仔是非常的困难。特别咱看阿伯拉罕送即对母仔囝离开的时，伊敢若互因一寡水一寡饼。哦，咱想阿伯拉罕哈尔有钱呢，伊有哈尔侪的牛、羊、驴、骆驼，但是竟然互即对母仔囝一滴水。一寡饼，咱毋知影阿伯拉罕伫想啥，有可能伊认为上帝要互以实玛利的应允，对因踏出门就会实现。所以客家只有派一滴水、甲淡薄饼，就带伊囡仔以实玛利离开。因行到旷野，但是迷路啊。伊行到的即个旷野，毋是伊第一摆去有水泉的迄个苏尼的旷野，因即摆是行到别是巴，一个无水泉的旷野。所以饼无啊，水无啊。圣经描写客家伊的绝望，毋若是肉体的绝望，因为伊目睭紧紧看伊囡仔伫烧热打碎的旷野，生命一滴一滴地流失。伊的心嘛短得要死啊！伊将囡仔放伫细丛树骹，互囡仔会当有尊严来死，然后家己离开囡仔一点仔距离，面对囡仔伫遐坐着。客家安尼动作，嘛有一寡人误会讲，即个妈妈心肝真凶，将囡仔弹掉。但是对遮的描写，较互咱看见一个老母的无助甲悲伤。若是会当
哪有老母会将囡仔等掉咧？若是会当，老母拢想要甲囡仔做伙，但是面对囡仔得要死，学家无法度承受，伊坐伫囡仔的对面，伊坐伫遐创啥？伊无亲像第一摆伫旷野的时无出声，第二摆伊伫即个别西巴的旷野，伊伫遐大啼哭，放声大哭。即个哭是为着伊囡仔得要死的哭，即个哭是为着伊家己的命运的哭。即个哭甲以撒出世的时，撒拉的笑是一种对比。撒拉因为以撒出世在笑，但是客家较因为互赶离开厝，搁要面对囡仔的死亡，绝望的哭。我想即个老母的哭声，一定互迄个倒伫树骹得要死的以实玛利听出其中的绝望、悲伤。所以圣经讲，以实玛利嘛缀咧哭。兄弟姊妹，这是圣经内面第一摆有人哭。上帝创造的世界原本应该是充满笑声、和谐，但是有人在哭，表示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因为罪来拆离。这个哭嘛表示人知影家己是软弱，人家己是无气力的。但是就伫罪甲软弱的中间，上帝介入啊！上帝听见囡仔的哭声，就声音对天顶讲：“客家，你有甚物代志？毋免惊，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遐的声，起来，也互囡仔起来牵伫你的手，我要互伊成做大国。”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遐的声，这互咱想起上帝安怎甲客家讲，安怎甲以实玛利号名。这嘛甲咱这读者证明，以实玛利的名确实是上帝所号的，因为以实玛利的名意思就是上帝听见，所以上帝亲自回应这对母仔囝伫旷野的哭声，并且搁一摆讲出伊要互以实玛利的应允，然后将养饲囡仔的责任交伫客家的手，起来也牵囡仔伫你的手。上帝使者的话讲完，客家的目屎随时停。上帝开伊的目睭，互伊看见一口井，因的性命得到救。而且突然间，互客家看见一口井，这表示这口井原本是无的，这口井是上帝备办的。因为所有的人，当时的人拢知影，伫别西巴的旷野是无水泉的，但是这时有一口井来出现。这是上帝在做工，但是你想，上帝敢有可能伫几秒钟内面来变出一口水井嘞？当然有，因为上帝有主权。上帝创造光的时，伊是啥？命令光，光就出现。所以当然，一口井对伫上帝来讲，嘛毋是困难的代志。亲像伫以赛亚书第43章19节有讲：看啊，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当地发现。恁囝毋知吗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上帝要做的代志是超越咱的想象。另外，上帝开客家的目睭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毋是讲客家原本的目睭砍掉的，突然间互拍开。伫这是讲，当客家将伊的忧闷、将伊的重担交互上帝，专心信靠上帝时，上帝就拍开伊的目睭。所以，同款，当咱将咱家己的问题，当咱将咱家己的忧闷交予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上帝会拍开咱的目睭，互咱跳脱家己的盲点，来看见上帝的恩赐甲上帝的恩典。亲像圣经内面，嘛有几啊个人，因的目睭互上帝拍开的经验。亲像先知以利沙，伊为着伊的奴仆来祈祷，因为迄当时伊非常危险，所以伊奴仆非常惊。然后祈祷啥？即个以利沙祈祷讲：主啊，上主啊，恳求你拍开即个奴仆的目睭，互伊看见四周围有火车火马围伫我的周围保护我。所以果然上帝开即个少年人的目睭，互伊看见四周围上帝差派者的天使者天军伫保护以利沙。
然后咱若看路加福音第24章第31节，是记载耶稣国活了后，伊甲伊两个学生行伫以马忤的路里。但是这两个学生甲耶稣讲话讲真久，拢认袂出伊，一直到入去厝里，耶稣摕饼祝谢，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。所以咱看见，咱知影，咱爱求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因为咱定定咱的目睭会对眼前的困境，咱伫遐一直沉迷伫眼前的困境，咱无法度离开。但是，咱若会晓对眼前即个问题刷到上帝遐的时，咱就知影上帝的恩泉。另外，当咱的目睭互上帝拍开，就会亲像诗篇119篇18节所讲：“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”即句经文咱定定读，但是咱敢会当伫读圣经、听讲道前，咱恳求主开我的目睭？互我会当看出上帝话语的奇妙。经文的落尾有提到，以实玛利伊后来就住伫巴兰的旷野，后来成做一个城市，大大有能力的人。到伫娶某年岁，夏甲就转去埃及，为伊娶一个埃及人来做某。第21节是安怎讲？伊的老母对埃及地家娶一个某。这是夏甲最后一次出现伫旧约的圣经，但是伊无过是女婢，伊无过是代理孕母，伊伫遮奉称作是以实玛利的老母。用今仔日的眼光来看，以实玛利夏甲的故事内面有真侪咱现代人嘛有的安尼压迫，亲像有种族的压迫。有阶级的压迫，有性别的压迫，夏甲真做互压迫的对象，这对真侪人来讲意义是非常的大，特别是真侪受到拒绝的人，亲像最近连环爆的 MeToo 的事件，咱看见真侪人嘛伫权力、嘛伫性的暴力的下面来受到压迫，但是咱看见。对夏甲的故事，咱看见这毋是绝望，咱拢会当伫夏甲的故事内面来找到家己的故事。特别即个故事是有上帝参与的故事。夏甲是一个无地位的外邦人，却是圣经内面第一个互上帝使者拜访的人。伊嘛是第一位敢甲上帝号名，你是看见逐项的上帝。伊嘛是第一位听见上帝宣告，伊会得到一个后生，并且这个后生会得到上帝应允的妈妈。夏甲嘛是第一位为着囡仔得哭的母亲。所以虽然夏甲因为撒拉甲阿伯拉罕因的不义得受苦，但是因为伊相信上帝，所以伊为着伊的囡仔带来祝福，伊自给自足，伊成做一个国家的女祖先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生活伫一个混乱不安的年代，咱嘛有可能拄着亲像夏甲即种的绝望困难。但是夏甲的故事提醒咱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讲的话绝对袂改变，亲像伊互夏甲的两个应允，后来拢实现。上帝嘛是听人哀哭的上帝，所以咱毋免带一个面具。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流目屎。上帝嘛掌管万项事，所以咱会当放心来交托互伊。希望透过今仔日的故事，互咱搁一摆看见上帝慈悲、上帝恩宠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爸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伫几千年久进前的安尼一个故事。发生伫一个卑微、无地位的埃及人女婢夏甲的故事，你互阮搁一摆看见你的疼，你的疼无分阮是啥物人，你拢是互阮疼；你的拣选无分阮做过啥物代志，你拢拣选阮，你拢疼阮。主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，恳求你帮咱，互阮学习来注意你的话，互阮学习。伫一个混乱的世代，互阮会当自信听你的话，因阮相信你的话无改变。
你的信息永远袂改变。恳求主，你就甲阮同在，互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时代有好的见证，帮助阮伫即个时代诚做受苦、卑微的人的安慰，帮助阮伫即个时代会当勇敢为主来做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